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6公司第几代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缅甸目前疫情严重，最近逐天拢有3、4千人确诊。咱台湾嘛，甲缅甸列做高风险国家，来回台湾甲缅甸的航班嘛暂时停飞。也毋过这嘛影响当地大商甲侨民无法度飞转来咱台湾。经过相关单位的安排，昨昏有一只包机载79个人转来。 一台自缅甸仰光起飞的班机，15降落伫咧桃园机场。因为缅甸即马新冠肺炎的疫情又反正严重，咱国甲缅甸列做重点高风险国家，咱国国际航空已经停飞台湾、缅甸的航线。这台缅甸公司的包机，机顶有79位大商，甲替咱国居留证的外国人士平安返来台湾。欢迎回国。 大商甲侨民办好上飞机前3天的核酸 PCR 检测登记后手续，顺利转来。过来就是照国内规定，检疫人员身体所有人磅体温，伫完成申报甲资料审查了，坐专车去集中检疫所采检隔离。大哥，问一下，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哦。比较担心的。 缅甸最近每天的确诊人数到3、4千人，大商甲侨胞回国的规划也受影响。经过缅甸大商总会甲外交部指挥中心等单位沟通，总算促成飞航包机。外交部讲，伫8月底会执行印尼第2次返台包机，目前正伫咧办理大商侨民登记买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高端预防社，伫昨昏是公告讲，已经伫8月13向巴拉圭的卫福部申请高端预防社嘅紧急使用授权 EUA。高端公司是表示，目前嘛拍拼申请国际认证，继续规划执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若咱国内第6轮的预防社是要做高端的预防社，会使从今日早起10点伫两米就当开放预约。注册时间目前是按算伫8月23到8月19。 现阶段有35万单高端预防社已经完成检验，另外一间联阿的国产预防社嘛，伫6月底向卫福部的事务所提出 EUA 申请，8月初已经完成补件，目前相关的资料也伫审核，接落来会靠专家来举行审查会议。 上新的消息来赶紧关心阿富汗的局势，即马是愈来愈无稳定。阿富汗的政府确定帮盘，塔利班伫昨昏已经占领首都喀布尔。毋那外国人赶紧来撤离，阿富汗的人民有在调的嘛拢赶紧走。因的总统甘尼嘛已经流亡离开阿富汗。美联社有专访塔利班，塔利班是表示，打算未来的政权因会接落来，而且嘛允准查某囡仔会使读册。 Earlier of Taliban fighters behind the desk of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They were told by the leadership they will not enter the city. We want to reassure people. We'll be having talks to try and negotiate. To have taken down the flag of Afghanistan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这个岛外主人总统甘尼已经无在会，无外过进前，伊还阁伫咧遮举行国安会议。所以对这位随后遐听到消息，甘尼就走去隔壁国家乌兹别克塔什干，伊牵手参谋总长甲国安顾问拢做伙走，领导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全国协调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就叫甘尼前总统。甘尼并伫咧社群媒体证实，家己已经离开阿富汗，也毋过无讲人伫咧倒位。新闻中讲，这项困难的决定是为了要避免老血的冲突。塔利班夺权将会面临历史的考验，有责任保护百姓言过繁荣甲自尊。百姓是走去银行领钱，有人赶紧买机票要走去别的国家。 Bizde ailemenim qaytib 5 bola chaqam o'zim xotinim. Boshqa endi hozir keldi, endi bir joy bo'laylik, qani ketini Xudo biladi, biz nima his qilamiz. 美联社独家访问塔利班的官员对掌权了后的规划。تعليم كويس مش مشكلة ترسوسي شريعة أحكامات بايمان نبي لما قال قانون جنود دوار تعليم رابطة بندي 不过美联社报道讲，阿富汗人民也是真惊，就惊讲等到残暴政权的时代，尤其女性受教育甲工作的权利拢会被剥夺。塔利班伫15月下首都喀布尔，被国际社会评估的速度紧真多。意大利、英国、乌兹别克等真侪国家，拢赶紧甲因家己的公民撤离。美军也依照总统拜登的指令，照原定计划离开，连军用狗拢带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另外一个国际焦点是咱的友邦海地，伫当地时间8月14日起发生规模7.2个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724个人死亡，超过2800个人受伤。搜救人员把握时间继续地找找地铁石头堆下面的生还者，因为目前有一个热带风暴行向海地，这嘛互对搜救行动造成威胁。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是表示，这摆的地震甲2010年的大地震是同一个断层，也毋过透放的能量是11吨前的2倍。海地伫咧当地时间14日起发生7.2个地震，连边仔的古巴、牙买加拢摇甲正明显。伫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真侪明体、教堂、旅馆、学校，甚至边拢互地震摇甲倒去。就连关伫咧监狱内面的犯人，拢因为建筑物损害而走出来，也有二男者被救出来了，就砍一块白布踩伫咧路边。Bilan dit que li alourdi, nous dénombré 724 personnes qui mourent. Nous avons 2800 blessés que nous enregistrés, ça c'est blessés que nous réussi ouais qui pas venir dans le centre hospitalier, ça c'est sans compter certains monde probablement qui doit pas arriver ou pas arriver que parce que recherche a continuer toujours en bas des combes dans certains côtés que gain des monde qui toujours en bas d'Acadie et débris et chute à tremblement de terre. 伫咧主前了，自日时到暗时，还阁一直发生地震，民众是惊甲毋敢转去厝诶，还阁有真侪人是已经无厝通转去，就住伫咧路边或者是脚球场。Depuis après tremblement de terre, nous va sortir nous bien du tout parce que c'est un terrain gabion nous y, en pile monde nous loger là. 拄则上任无偌久的海地总理亨利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个月。海地伫2010年也捌发生过规模7.1个地震，震央伫咧首都太子港的附近。官方讲，迄当阵的死亡人数30万。美国地质调查所讲，这边地震甲迄当阵的地震是同一个断层系统，不过这边放出来能量是11年前迄边的2倍。Nous voulons pendant période catastrophe ça, bail en réponse plus adaptée que ça n'était bail en 2010. Toute aide qui vient de yo, n'a doit coordonner avec la direction de protection civile. C'est eux qui point focal pour toute aide qui vient en urgence là. 国际社会甲主权团体都开始帮助海地。总统蔡英文也只是捐50万美金赈灾，并且提供必要的救助甲灾后条件。根据美国国家国防中心预测，海地也会拄到热带风暴的侵袭，和救援工作会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会知影，高温烧热，炎过过到了后，大台北地区甲山区爱细致西北风。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晴份好天的天气，中南部沿海会知影各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若过到了后，大台北地区甲山区，因为热对流的发展有较旺，会出现电雷公、强阵风，有机会会变大雨。北部、东半部会知影高温有机会到36度，若台东是柑仔式的高温顶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拜三了后，太平洋高压会减弱，雨就较明显，落雨时间嘛变较长淡薄。目前伫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增强变今年第12号的风台。目前伊离咱台湾还阁真远，所以暂时对咱台湾也无影响。要等到拜三伊行的路线才会较清楚。但是有影响，应该嘛是这个拜六礼拜。目前伫咧太平洋的热带性低气压是稳定的向西边，慢慢向菲律宾以东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线震动。气象局讲，有可能会变作轻度风台，不过因为目前离台湾有超过3000公里，还阁真远，所以变数还阁真多。未来短时间内，它会先逐渐向西移动，但是在未来几天都还是离台湾非常的遥远。那以目前的资料来看，未来它向西移动之后，到通过关岛，也就是大约下礼拜3、4的这段时间之后。后续的路径变化，目前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若是讲是变做风台，将会是今年第12号风台奥麦斯。气象局讲，伫短时间内，无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是毋是形成风台，暂时拢对台湾无影响。所以伊行的方向甲变化，才会等到18、19才会较明显。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高雄桃园山区明北溪路桥，这个月初7互大水冲断去，公路总局拍拼咧修理，抑毋过13个时，佮拄着水崩山，地势进前的进度拢规个乌有去。昨下晡，公路总局是找专家去斗相共，咧讨论安怎时间较合适。另外，山区的民众即嘛欠家私、欠物资，公所会先斗相共。啊，若互大水冲去的代表谢基金，即嘛是还未找着。2分钟的土石流，互公路单位对8月初7规礼拜辛苦拢乌有去。明北溪路桥变道原本有期通车时间应提早到20，抑过13个土石流，甲抢通的所在拢冲歹去。即阵虽然无全面来停工，不过只好在昆河单较安全的地点来施作。为了加强这个安全甲桥的品质，公路总局15下晡找成大教授来协助。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方式，抢通的时候行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行走的方式哦，或者什么管理方式，会对用路人的行为的安全性可以更加的提升。公路单位希望经由学者的建议，调整施工的方式还是地点。首先，先甲施工的人员甲机具有经thiết立的时间，对原本的2分钟延长到5分钟左右。第三顶的民众即阵上欠驾驶，公所也建议先用流笼来稳保。流笼架设也要稳定的一个基础，所以也考虑到对岸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很安全，所以一定要实地的那个勘察一定要实地勘察才知道。区公所表示，进行莫拉克洪灾了后，当地民众也要使用流笼来出入，不过为了安全，爱详细找适合的所在，恐惊袂伫这2天就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环保署伫全台湾有14个生活的观测站，根据上新的调查显示，去年中立的测站酸碱度平均 pH 的平均值是4.96，酸度差不多是卡度接近2酸，酸雨发生率是6.3%，已经是连续3冬拢是咱全台湾酸雨上严重的所在。来关心中国时报。智贵 KTV 林心店火烧，造成6个人死亡。智贵的董事长连大生涉嫌过失致死罪，予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发现伊出境的管制特别告期啊，认为伊犯同罪有逃亡的记录，爱继续限制出境，所以裁定要延长限制时间，限制出境出海要搁延长8个月。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是调查讲，去年咱国内的家庭每一户寄金欠的钱平均有26.5千块，这是创下历史新高，是增加14.76%，这嘛是最近27冬来上大的增幅。主计总处分析讲，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去佚佗，民众佚佗的开销变较少啊，所以量上钱就变较济啊。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并无死亡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8月23日后决定会放零一寡防疫措施。啊，那咱国内家己8月莫德纳预防车，伫昨下晡又搁送24万9,600栋来咱台湾。指挥中心表示，一定会保留予医护人员做第2档的分假。在24.96万机莫德纳华航飞机，礼拜1下晡4点10分顺利降落桃园国际机场，接配疫苗是台湾买莫德纳第6批。空腔检验爱10个工作日了后如何分配？指挥中心表示，一个详细精算，医护人员第2剂一定会保留。需要第2剂的哈，也会保留一部分。好，那尤其在我们在等于是医治医类的有职登的医护人员我们也准备让他们进行混打。国内礼拜2增加2例本土个案，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另外7名境外移入无增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认为这是5月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低点，因为最近1礼拜拢是个位数确诊，会评估依照各地风险无同，各放零部分措施，按过短期内各降级的可能性无悬。下礼拜整体要降级我认为这个还是不够，观察时间还是不够
好，那但是呢，对于特定一些区域做相关的一个松绑，如果在指引上面可行的话，那我们会认真的考虑。台湾最近出现感染新冠肺炎了后，脑部损伤失去记忆的局限。指挥中心表示，这是罕见个案。专家分析，国际对新冠肺炎后遗症的研究，上侪也是呼吸功能受损。目前也看到Delta 病毒在国外后遗症好像较侪，不过国内Delta案例较少。这要搁观察国际上的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852例。中国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2000例，日本已经超过11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700万例，印度超过3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627万例，法国是超过647万例。来关心，捌举办过几若场香港反送中集会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昨昏宣布要解散，因为香港政府打压，也佫有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国不将爱解散。不过因相信讲，也佫有其他团体也伫咧共款的继续坚持共款的理念。发出5大诉求，行上街路抗议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送中运动，当时讲超过上百万人来响应。民众长期关心香港的政治，对2003年开始，每1到7月7日拢会举行7一大游行，争取民主，更加百姓讲互港府，甲基本法第23条立法按下，即阵开始投下解散震撼弹。我哋係咪可以反建議？你哋主辦單位可以去考慮我哋嘅警方嘅建議。咁點解警方唔去考慮主辦單位嘅建議？我哋可唔可以用遮找到？为了反送中运動對抗港府，連續舉辦多場的集會，成立將近19年的民陣，8有60外團體來組成。成員大部分是香港泛民派政黨甲組織。不過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先後退出，到即陣敢若剩8個。另外，最近遭到警方的質疑，違反社團的條例甲港區國安法，即擺民陣在15宣告解散，並且發出聲明強調，近1年來港府拒絕各種遊行的申請，訴求受到限制，而且民陣調集人單合還因為罪案入獄，秘書處也無多正常來運作，所以決議來解散。集合代表大約571萬的資產，會捐予適合的團體。各種各樣的一些威嚇，所以比如說威嚇他們要把他們的人拿去做爐啊，那些都很普遍。所以呢，我現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很多這些團體為了保護自己的成員，為了保護自己的資源這方面的考慮，所以就先解散。未堪的港版國安法的威脅，泛民派人士一個線一個遭到偵查，更加有多團體，包含香港上大的工會教協、沙田區政、新民主同盟、香港邊城青年甲發展會書，為了家己的安全，陸續宣告退場。香港媒體更加點名，港府會一個調查目標，可能是香港職工會聯盟甲香港記者協會這團體。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抑閣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阿富汗的政府確定幫盤，塔利班已經控制總統府，拍算要換國家，建立新的政府。美國總統拜登有加派阿兵哥去協助美國大使館的人員，甲阿富汗的百姓來撤離。來關心加拿大國會解散，拍算要提早到9月20日。現任的總理杜魯道有希望繼續執政，伊嘛講伊會帶領國家度過疫情。來關心美國的疫情是真熱烈，政府官員即馬當地研究講要加注第3檔預防射的計劃。上無會生產1億檔的預防射，啊那上緊佇今年的秋天會開始注射。鏡頭轉來咱國內，咱來關心最近正熱咧討論進行5倍券。消基會伫昨昏有公布一份網絡民調，2萬多人內底有9成的民眾是毋望政府分現金就好。大部分的民眾是認為講，這安尼會當甲這用5倍券的錢省落來、欠落來，而且安尼嘛加較環保。政府當規劃要發進行5倍券，消基會發布網絡的民意調查的結果，為8月12至14，48點鐘內有21003人次來回答，
有90.2%的民众希望会当发现金，若希望收到现金的理由，支持度为悬到低的理由是希望卖讨这行政费用，会当直接来使用，嘛较环保，而且无使用的期限会当欠起来，或者是做其他用途。嘛有人认为讲会当避免领5倍券的时阵造成均租，而且发现金佫会当帮助较细间的店头或者是单等等。5倍券的成本既高，限制也多，同时呢，它的环保的讨论批评也很大。有学者为学术角度来分析，那发现金会当创造较大振兴经济的效果。现金所能够普惠的交易范围，还有交易对象，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型的其他摊商等等，甚至于一些自营业者，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针对消基会民调的结果，行政院目前也无回应。也若5倍券政策的内容，行政院长苏贞昌16会先甲民进党立院党团沟通讨论，听各界意见了后才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加详细，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69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是新北市有6849例，台北市有4840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3例，台中有207例。昨昏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852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69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昨昏咱的本土病例加2例，一个伫新北市，一个是伫台北市。台北市这一个本土病例是住伫艋舺越南籍失去联络的移工，目前伊的感染源也在调查。台北市15增加2名确诊，一名境外移入来自立陶宛，一名本土个案是住伫艋舺越南籍失联移工感染源，要搁调查。本土病例呢是40多岁的女性，她是越南籍的。那由于她没有合法的这个移工的身份，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所以到桃园的移民署寻求协助，希望能够回国。那目前我们也匡列跟桃园市一起来做疫情调查，那总共匡列接触者有7位。新北市15增加一个本土个案，住伫新庄感染源，要搁调查。目前科列8人居家隔离，这个案42去病院探病时阵检验出来 CT 值是37。筛检出来 CT 值已经达到37，所以在传染力上是比较不具传染力，所以这应该属于一个旧案。跟他同治的先生、孩子们。全部到现在为止 ，PCR 都是阴性。永和社区群组感染，为初9到10时为止，已经采验1869人，采检出2人确诊，加上原来3个确诊，总共5人确诊。侯友宜表示，虽然无新增加个案，有效控制疫情，也鼓励大家赶紧采检，找出稳定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顶一日连续上大雨，出海口的海水咸度有变较正，地区彰化一寡人工饲的蚵仔、蛤蟆拢死了了，剩无2成，收成大受影响，即嘛继续嘛对咧大起。为蚵朋友带规罐蚵仔，有一大半拢干那剩空壳，中秋节都要到啊！蚵农拢期待蚵仔卖着好价销，但是即马会使收成的蚵仔，干那剩大约2成。互蚵农要靠无目屎。只才几暝尔，那么死的较多呢。蚵农表示，进前连续几啊天落大雨，海水咸度去互水冲较正去，互新港线西附近的养殖户第一个受到影响。若是蚵仔受损严重，蛤蟆的状况同款惨。今年中秋节的蚵仔甲蛤蟆价销，恐惊袂偌俗。咸粉啊、水粉啊，伊会变来变去啦。哦，咱这种海水的物件，伊会变正，黏咪咸啊。所以蚵仔冻袂掉就死啊。那如果有达到整个农业的灾损的情形，我们也会根据业署全力来争取看可不可以这一次帮我们列入专案来救助帮助我们这一些养殖的渔民渡过难关。
中华县农业处表示，新港乡登记的蚵仔户有62户，线西乡有10户，也佫有无登记的养殖业者。目前县府除了开始统计相关的损失，卖来会同水池所的专家了解水质的变化，想办法来找出影响极端气候的对策。记者张华综合报道。最近不时就会变大雨，雨势就甲各项各美。若是无扎雨伞，无白覆庇护，就一定会规身躯啊甲淡糊糊。台中沙鹿有清洁队就甲回收来的雨伞整理理的，即马正做大家会当公家用公用的爱心雨伞，提供予有需要的人。用铁线甲尖线甲长去的雨伞骨接好好，看起来又阁是一支正用的雨伞。台中沙鹿的清洁队用手工去修理歹去的雨伞，一个月就修复15支，予民众会当借去使用。我们的环保爱心伞的工作小组区队具有缝纫专才的同仁来完成哈。那主要呢，在一个月我们大概可以回收大概20来支的这一个民众交付给我们这个回收的雨伞，大概修复率可以到达15支左右。最近天气无啥稳定，雨伞袂肯伫大雨墙，歹去就予民众单掉。这雨伞要回收是真正废弃，爱甲骨甲布拆分开。而且有的雨伞只是部分的零件歹去，规支就单掉，实在真拍算。沙鹿的清洁队就把这款雨伞救回来，佮通减少真侪本数。像我们的儿童福利服务中心我们的沙鹿区公所我们民众往来比较多的地方来做一个接洽，来提供我们的环保爱心伞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修理好的雨伞也会放伫公共场所，予袂赴米大雨佮无扎雨伞的民众一个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关仔岭是咱国内真出名的观光地区，当地有一间仙草国小，真侪学生囡仔的厝里爸母拢是做观光相关的产业。即马受疫情的关系，加减经济拢会受影响。学校是专工规划一个活动，请学生囡仔来翕影片，宣传关仔岭，用行动来帮赞故乡。我们的温泉旅馆每天都消毒得很干净哦，而且进行实名制，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因为疫情关系，国内观光产业受到真大影响。台南关仔岭仙草国小特别请学生囡仔来翕影片，了解当地特色文化，邀请游客来关仔岭佚佗。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很多家里刚好就是经营温泉业者，或是阿给土基层的。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方式，让孩子来感受这些问题，然后进而提出我们的一些方案来做一个行销，那也提升我们这边的观光能见度。学校这摆也结合当地店家推出方案，民众若是愿意赞助，就会当摕到学校家己做的绘本，佮有消费券，会当去关仔岭20间店家交关，实在有食佮有掠。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种汤阿给的嘛，然后就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学校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人回来这边，然后让这边再跟之前一样热闹。仙草国小有真侪学生的厝里，拢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店家。学校即摆规划这款课程，毋但帮助当地业者，阁会当予学生推广在地产业，入捌家己的家乡，因嘛拢感觉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的咸水是有少年家用摕在地的农产品来替农产品找出路，设计做饼，也是糕仔饼，也是酵素，替传统的农产找出新的出路。台南咸水出产侪农产品，山野无花果拢是在地特产。不过传统的销路即马已经无时行啊。侪少年人当头脑变巧一个，都有无同款的新出路。我们把在地的产业结合一些不同的主题，像冰淇淋希望可以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其实台南咸水这几年就一直打拼要杀地方创新，那产品有新的变化，甲山野做成绵绵的冰糕，甲无花果结做酵素，佮透过产品的包装举办活动等等的方式，互更较侪人看到因在地农特产。整个计划呢，我们协助在地做了一个整个的商城，
好，那也同时我们帮在地的产品去做升级，我们重新帮他做了一个视觉包装，让它整个价值提升。在地的年轻人都有这个兴趣啊，他们有很多都是北漂回来的，所以我把这个平台开放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创造出另外一个商机出来。少年人的创意用在传统产业，常常会当让地方出现新活力。计划负责人表示，等待疫情稳定了后，按算要举办大型的活动，请游客来咸水食青，佮有创意的在地农产，佮兼会当早盘手分享给亲戚朋友，有食佮有掠。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关心，为着要保留传统的文化，上界要保存的上界困难的，就是无形的文化资产。个人的功夫甲手艺，为着要保存，即马台南市是要互古纸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专工邀请国宝级的古纸工艺师吴文进来开课。一只搁一只利鱼公，色水野目，工法搁有路。这是台南市文资处邀请国宝级的老师傅吴文进所办理的古纸工艺课。拄开放报名，一个就随满，一班敢若收10名。透过吴文进老师指导，会当用家己的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利鱼公。即届我会受这个交文资处来做这种传统艺术的推动哦，用利鱼公。带乡课年，互大家把这个利益讲变做是亲近咱的生活，把咱的传统工艺保存落来。今年正是台南的乡课年，原本是庙会活动上热的一档，本来疫情也咧滚价，目前暂时拢延期。也若这回所制作的古纸，正就是西港庆安宫王船主条顶的利鱼公，但是用铁线凹出一个形，将古纸起哩就色，插5王旗，佮绑2支手，最后一步安上鱼鳞就完成。利鱼公有5王旗东南西北中有5色5王旗，伊的手就用绒球，这利鱼公的符号上重要是这个配色所以一般利鱼公是用手金、古红布开工干石，用咱这是算等于也会当观赏会当摆饰所以我就用一块茶乌一个空茶钱啦，我就做安尼做自然的展现。来上这个课，其实觉得从来不了解什么是鲤鱼公，然后吴老师解释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从最基础的框架、结构、糊纸，然后上色，一步一步教我们。吴文进师傅坚持这项传统工艺已经超过39年。开课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会当有机会接触到古纸艺术，有兴趣去了解，安尼台湾的工艺手路才有法度一代传过一代，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的影响，今年西港的挂香停办，也毋过在地当地庙事拢真有特色。伫金沙里的新安宫就有一顶100年的新桥，虽然经过真8冬也毋过嘛是共款保存甲真完整。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卖。伫咧台南西港的新安宫，洪在李府甲雷府千岁王爷有一顶100年新桥，是当地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人甲算起来，这过200代人啦。我都90万过来啦所以讲，这个新桥的特色是旅游宣传最珍贵，佫会提加了会较多挂乡因拢过来参加。那新民拢请出来做伙坐。一间角头庙，毋但有100年新桥出巡的装备，也是台湾工艺典型。无论是牛线、新桥顶的桥坎、滴水、顶头手八仙、落甲鱼下水族，拢是代表吉祥的意涵。而且手部拢是做跳蚤手工厂，展现信徒用心。较早阮的挂乡掠出去，阮做少年的时阵出去，当然要看这个牛线。这个牛线有够水伫咧庙口有一丛200多年的青瓦，真侪旅客来到这看100年新桥了后，也来到这行咧。当地居民也向市政府申请农村甲社区营造计划，希望有正人的拍拼，甲角头庙的光彩找到回来。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消息，咱做伙关心全国的警戒已经降做2级。从今仔日开始，伫双北一寡学生囡仔会当恢复登去学校上课啊，不过还有一部分是赶快一起伫线顶上课。为了因应明年新课纲实施了后，第一届生活考试多数各中高中把握校内期间，对于2年升3年学生实施线上甲实体校内辅导，也未等到解封，真侪学校决定甲校内辅导改做线上课程，又无算成绩，学生上课成效无好。专教总坦白讲，线上课程确实是需实体教学，不过校内辅导毋是正式学习，家长会使选其他的方式来加强。这个暑期的一个辅导的部分，它应该只是对学生学习的一个补强啊，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学习，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参加的部分啊。家长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是有疑虑的，那他可能可以选择其他，因为毕竟线上学习的部分应该是一个辅助的一个补强的一个教学。校内辅导无学分，也无到上新的进度，有袂少老师坦白讲，学生缺课率真高，真正真难来要求。家长团体也认为讲，这考验到囡仔的自主学习力，也烦恼讲学生的自主学习力较歹，会有这个学习的成效扁平化。线上学习是自己家里的桌垫或者是笔电前啊，那大概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的专注度，两者同步了。比如说有必须要到学校去的一些实体实作或者是一些比较活动的课程就可以到学校了。随着疫情警戒降到2级，双北放松限制，16开始会恢复实体课程，不过也有部分的学校依然维持线上校内辅导课程。记者综合报道。1914年正式营运的嘉义市东市场，袂说会使讲是嘉义人生活历史。地方的文书团队是针对建筑甲技术这方面去开课，嘛邀请在地高中高职的学生囡仔做伙来设计，要互老市场有新的生命、新的面貌。带高中职的学生设市啊，毋但看传统的生活，也要看空间的改善。嘉义市在地文书团体为要活化市场内部使用的空间，邀请高中的学生做伙来参与。东市场的现况，然后它会有一些闲置的摊位呢，是目前没有被高度的使用。那团队觉得说，就是可以给青少年这个机会去，让他们提出他们的想象。在课程的安排当中，主办单位除了带学生认捌市场，嘛请大商来讲东市场的问题甲故事，希望加强在地囡仔对这个传统市场的感情。其实我起初也都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啊，或者是之前在这里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像是其实他有做的规划，其实我以前也都没有发现。对，然后是参加这场活动之后，发现像是原来有一群人这么致力于在想要经营好这个市场。这样，那想法当然是觉得不错啊，对啊，可以有那种看能不能有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元素这样子。主办单位表示，这个课程的成果是当市场的大商甲在地囡仔做伙完成的。刷来嘛去找主管单位提供这个作品，希望会当替这个市场的空间带来改变的第一步。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咱台湾上早有安冷气的火车是观光号的列车，甲单已经60过啊。虽讲即马已经无咧走啊，也毋过伫当当时会使讲是上界车赢的。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特别规划展览，带民众来体验60当前一架至进前咱台湾上高级、上派的火车。这是电影《地甲新娘》内底观光号列车的画面，即阵民众会当亲身体验复原的电视车厢。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举办的纪光50观光60展览，透过复原工程，和民众回顾1960年代的观光号列车。桌上的这些摆设，其实也是用以前的老照片去回复，不管是上面的西餐餐具啊，然后调味料架啊、烟灰缸，甚至是花瓶跟水壶等等的，其实都是我们去找了跟当时非常类似的款式。1960年代，台湾开始设国际观光，观光号嘛是头一批有装冷气的高级列车。火车顶的菜单会当看出当时的经济发展。车头的观光号标示嘛特别用华文的欢迎，显示当时国际旅客盛况。伊迄阵的社会，也是讲迄个时代的观光，也是纪光，确实嘛有是带了一寡为着国家宣传，也是讲
显示讲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意义。细汉仔时阵吼，拢有听讲有这公共车，但是无机会来坐嘿，所以有顶面拢全是听阿伯阿叔有咧讲，吼，所以就是有这个时间大家来参观看卖。陈明忠表示，除了有列车参零组件的展示，互民众了解过去的铁道文化、技术演进。这边也特别整理侪侪文献资料、影音作品，透过无同面向呈现伫咱生活基地中的火车。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体大大车兵来关心中华职棒顶半季的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要争冠军啊！中信兄弟昨昏以7-3拍赢味全，加上统一输气啊！中信兄弟伫明仔若是拍赢，上紧伫明仔就会当摕到冠军封王。来看刷到来的体育新闻整理报道。詹子贤拿到了左野方向，这球很深远，这球出去了，是红了。攻出道边外野方向的2分炮，中信兄弟的江祖贤和球队伫咧第8局逆转超前。这场对味全的比赛，球队伫咧第8、第9局连续摕5分，最后7-3赢球。国家新庄球场统计4-5输给富邦。中信凤凰魔术胜利自 M3 降到 M1，上紧17。对乐天的比赛就可能封王。Yu Chang finds the gap. That's up the alley. That's going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wall. 台湾伫大联盟拍球的张玉成，则是伫咧对老虎的比赛把握机会，第4局攻出这季第2支3垒安打，有1分的打点。到第6局垒包顶拢无人，张玉成这球攻出去，家己转来提分。Robson back, looking up, it is gone into the bullpen. 这粒阳春炮是张玉成这季第3轰，单场3支2的精彩表现，帮助印第安人7-4赢球。另外，响尾蛇的蔡家华左投吉伯特以个人第1场先发要挑战无安打比赛。Center field, Marte, it's a no-hitter. 欢喜甲队友庆祝，吉伯特用102球送出5K，只敢投出3遍补上，帮助响尾蛇7-0拍败教士。吉伯特投出这季第8场无安打比赛，是现代棒球以来单季上多，也是史上第4位第1场先发就挑战无安打比赛。Numéro 30 du Paris Saint-Germain, Léo。阿根廷的球星梅西，顶礼拜个别巴塞隆纳转到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伫咧见面会，伊受到英雄式的欢迎。Quiero agradecer a toda esta gente por el recibimiento desde que llegué a París. La verdad que fue increíble. Me siento muy feliz, muy ilusionado, muy contento de estar acá, muy contento de estar。梅西加盟了伊的30号球衫，加24点钟久就卖出超过83万领，创销售史上的新冠纪录。刚那球衫就互球队收销3000万欧元。东京奥运结束，伫咧闭幕式也宣告将来要办拍分。台湾今年有10位国手要参加这场申请障碍选手顶级上悬的比赛。帕运代表团也是跟冬奥一样，就是一致的一个服务。我们选手、教练都一律搭乘商务舱，其他的我们就搭乘经济舱。体育署强调，会全力协助拍分的选手备战。按算8月2日由总统亲自授旗。这届代表台湾参加比赛，倒球4位选手上多，包括陈明志、陈晓文、罗碧春，也个林志武。前7名，大家认为真有可能摕金牌。3边参加拍分的是将六道选手陈凯琳，捌伫咧2012年伦敦拍分摕银牌，这边也真受注意。另外一个健力选手林马璇，电竞项目的杨传辉、刘嘉婷，游泳的陈良达，一个羽球的彭正宇。体育署希望选手因一日拍分，搁再摕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控制疫情，就要靠预防射。研发预防射的科学家甲第一线医护人员功劳会使讲是变大。为特别向研发预防射的查某科学家致敬，红仔的制造商有做出研发预防射科学家甲医护人员的芭比红仔，要向这女英雄致意，感谢因的付出。挂乌青目镜、涂色头毛的芭比娃娃，看起来真有学问佮专业。这阵芭比娃娃的原型就是参加研发 AZ 疫苗的科学家吉伯特。I've been designing vaccines for a while now. I make vaccines against diseases that don't often infect people, but can sometimes cause outbreaks, and we need to be ready to protect people when that happens.
59岁吉伯特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疫苗学教授，伊带团队研发 AZ 疫苗。去年1月底，因摕到详细的病毒 DNA 样本，研究2个月了，开始做临床试验。至今AZ 疫苗已经伫170个国家甲地区使用，是全世界使用上多的新冠疫苗之一。所以，玩具制造商美泰尔公司未制作对抗疫情的女英雄代表时阵，其中一尊就以吉伯特做原型。It's a very strange concept to have a Barbie doll created in my likeness. I hope it will be part of making it more normal for girls to think about careers in science. Although,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I never believed that I wouldn't have a career in science. 除了吉伯特，另外5位女英雄芭比分别是致力伫咧消除对亚裔民众偏见的美国医生克鲁斯，伫巴西带团队对变种病毒做基因定序工作的生物医学研究家迪赫素斯，发明塑料过人穿的手术衫的澳洲医生怀特，也个对抗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加拿大精神科医生奥利乌瓦，也个治疗第一位感染者的美国急诊室的护理师欧苏利文，这个为女性医疗人员做范本。It is important to encourage women to take up careers in STEM subjects. Actually, in biological sciences, many women do go to university and study that area, and it's only at the very higher levels of the profession that we tend to have a dominance of male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see chang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生产芭比娃娃的公司美泰尔，伫咧过去几60年就摆记芭比娃娃唔那是囡仔耍的玩具，也是一种时尚加生活方式，设计出超过200种职业的芭比娃娃。这边对抗疫情女英雄，也是对因为了对抗病毒所做的贡献的致敬。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在关心环境，上新的研究是指出讲，南极的红底徛鹅因为受气候变迁的影响甲威胁，有8成会伫这个世纪的尾啊消失去。美国官方是宣布讲，即马因打算要提案，甲红底徛鹅列入去濒临危险强要绝种的保护名单内底。They have wings, but cannot fly. 每年若到冬天，真侪红底徛鹅就会一抓路正远行到南极的地理甲群岛，伫冰天雪地中看后代。2005年徛鹅宝贝这部片就记录徛鹅家族这段旅程。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红底徛鹅生命延续拄到严重的考验。研究人员发现，这几年南极冰层提早氧化崩落，造成上千上万的徛鹅阿姨啊，也未晓受水就淹死。当初翕这部片的所在，徛鹅的数量即马已经减少一半。英国研究团队讲，伫南极的夏瑞海湾本来也真侪徛鹅，不过2016年到2018年3年之间，拢无伫咧遮生囝。目前全世界红底徛鹅的数量差不多20万对，科学家担心。因为南极洲温度升高的幅度是全世界平均的5倍较低，若是碳排放无减少，到这个世纪末有8成的红地徛鹅就因为无彻底而消失。不过，若是每一个国家拢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和地球达到升温无超过摄氏1.5度的目标，徛鹅的数量只会减少3成左右。到这个世纪末数量会较稳定。经过生物多样性组织几多年来的争取。美国鱼类甲野生动物管理局伫8日总算提案，甲红地徛鹅列入濒危不正确的保护名单。若正式伫这受威胁的物种，美国政府就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对抗暖化，减少对因的伤害。公司新闻曾回应编辑。咱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今仔日中部的温度上加是25度，上悬33度；伫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珠，祝先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